Hello，歡迎嚟到高高欣呢個 channel。一早起身都係要搵個早餐食，就喺鹹館超市附近搵到呢一間 Suki 咖啡店。因為本身比較中意食西式早餐，所以就冇選擇喺超市嗰邊搵嘢食啦。不過一陣食完嘢，我哋都會過去嗰邊行下嘅。鹹館超市就喺鹹館站嘅隔籬。喺1945年打完2戰之後，就開始有小販喺呢度活動，發展到而家。呢度嘅店鋪大約有250間，唔同種類嘅海鮮餐廳、小食、蔬菜、水果同埋日用品都可以喺度揾得到。離開咗鹹館超市，我哋就搭20分鐘左右嘅巴士嚟到鹹館護國神社。喺護國神社冇幾遠，就係鹹館著名嘅園丁地區。遊覽完呢一區之後，我哋就會再落去金心倉庫。見到呢度係咪好熟面口呢？係我哋琴日先嚟過，上去鹹館山嘅纜車站。因為驚天氣有變，所以趁琴日天氣好，去咗兩個比較重要嘅景點先。鹹館嘅園丁地區，除咗保留咗好多教堂同埋西洋建築之外，最出名相信就係呢一條叫八幡坂嘅散步道，而好多廣告同埋電影都會嚟到呢度取景㗎。
笪地方旅行，你都總係要食下佢出名嘅嘢，所以喺函館就要試下佢一個幸運小丑漢堡。我點嘅係中華雞腿套餐，呢個芝士醬薯條非常之好食，反而個雞腿包就普普通通啦。幸運小丑漢堡喺日本就只有北海道有分店，而喺函館就已經有17間咁多，而每一間嘅裝潢都各有特色。我哋剛才去嗰間係本店，行前2分鐘左右就已經有第2間嘅分店。呢一間嘅面積大好多，但係排隊嘅人亦都係比較多。金森紅磚倉庫喺1887年由渡邊雄四郎先生建立，係函館第一座嘅商業倉庫。而喺1988年全面翻新之後，就變成咗集購物商場、主題餐廳同埋活動場所於一身嘅遊客景點啦。行咗好多路，都差唔多時間要返酒店啦。今次呢條片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